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开始今天的共读，要请慧兰姐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每天的晚上有圣经共读的时间。透过牧师讲解圣经上的话语，让我们能更明白经节的含义，也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准绳。主啊，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需要你成为我们的依靠，让我们所行所想皆不偏离主的道路。也求主让我们学会谦卑，学会分辨对的建议与不对的建议的差别，在每件事上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也求主加添更多的恩典在陈牧师的身上，让陈牧师带领迦南教会迈向另一个新的里程。我们将以下共读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上，求主保守。孩子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好，谢谢慧兰姐。我们在昨天的经文当中看到所罗门的最后的记载。那虽然不晓得所罗门他是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在这个世界当中虽然只有可能短短60年不到的时间，但是他留下了许多的丰功伟业。那他的智慧，他的财富是令人称羡但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不胜唏嘘的一个警惕，就是所罗门若没有他的智慧，若没有他的财富，那他在这世界上也留下什么呢？几乎是他在传道书所说的一切都是虚空那也成为我们很重要的提醒。那么在历代志下1到9章介绍完了所罗门，那下一个阶段就是要来进入罗波安所罗门的儿子。那罗波安呢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王，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扩大我的百姓，就是扩大我的百姓。所以当初所罗门在为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那相信对这个儿子也是有期待，能够让大卫所罗门所传承留下来，上帝的百姓能够倍增，能够扩大。但是以色列国家呢，从扫罗王、大卫王，那到所罗门王但是在所罗门王死后呢，国家就分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不管是在历代志下的第10章，或是列王纪上的第12章，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导致这个国家分裂成南北两国南北两国。那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同样敬拜上帝一个12个支派兄弟和睦共处的国家却因为罗波安他的一句话或是他的决定而导致国家长久的分裂和败坏。那罗波安的记载呢，在列王纪上的12章，然后14章可以看到之外呢，就是历代志下蛮长的，历代志下是从第10章一路到第14章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跟罗波安还有北国耶罗波安相关的记载。那罗波安他在登基做王的时候是41岁那在12章有提到，所以呢他的老爸才当王40年，所罗门所以罗波安在他出生的时候呢，大卫王还活着所以这个是罗波安他出生的时候呢，大卫还在那罗波安的母亲呢是亚玛人拿玛那而且他41岁登基的时候呢，所罗门可能也还活着。那罗波安呢，他总共有18个妻子，60个妾，28个儿子，60个女儿。那虽然在圣经当中不是最多的，但是也算是名列前茅。那当然还是比不上他的父亲所罗门。那他最爱的这些的最爱的妻子呢，是18个妻，60个妾。圣经还提到他最爱，所罗门倒是没有提到他最爱的妻子是谁。大卫我们可能都可以挑出几个大卫最爱的妻子那应该就是拔示巴那但是罗波安呢最爱妻子是他的应该要叫押沙龙，要叫他的这个叔叔对，应该叫他的伯父伯父的女儿玛加押沙龙是这个罗波安就是所罗门的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那所以他呢跟玛加结婚，他娶了他的这个应该算是他的堂姐妹或表姐妹，然后呢生了儿子亚比亚，要立他为王。
那罗波安好，他最出名的就是他没有听长者好这个的智慧的话啊，却是听了他少年朋友的话，以至于呢好他来用恫吓威吓这些的北国以色列的支派，也导致耶罗波安背叛好然后另外成为以色列的国家。那在今天不会读到，明天我们会后天的时候会读到应该是明天11章的时候会读到。本来当北国独立的时候呢，南国要去跟他们打战，但是上帝的话来制止。那在列王记还有列王记也提到这个罗波安，好，那他筑丘坛、立柱像和亚瑟拉，还有南的庙祭，那比他祖先就是所罗门、大卫好犯的一切更严重。好，那这个比较级的话，扫罗是没有这些问题，大卫也没有这些问题。好，那有问题的就是指到是所罗门哦。所以在所罗门年代，可能就已经有这一些的事件发生，只是他又超越他父亲。那在罗波安作王的第5年，埃及王埃及法老好，那他就上来这个世上这个埃及法老上来呢，就夺走了他们许多的宝物，攻占了耶路撒冷。那甚至把王宫圣殿的宝物金盾牌都带走了。那在历代志会看到，就是罗波安他后来谦卑下来，那这个是在第12章的地方。那罗波安谦卑下来，也让上帝怒气转消，但是还要管教惩罚这个国家，但下手没有那么重哦。那在历代志下也讲到罗波安他的自立自强就是他奋发，那他可能有做一些挽回颓势。那罗波安的日子呢，在世日子常常跟北国耶罗波安交战那他罗波安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比亚或是亚比央就接续他来做王。那历代志对罗波安的总结就是，罗波安是一个行恶的君王因为他没有立定心志寻求耶和华，这就是对他的总结。好，那我们就来对不起，我们在读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好，所以在从第10章到16章，就是亚萨在铺陈亚萨王的复兴，那罗波安反而成为了配角。好，那罗波安是这个亚当算下来第36代好，那罗波安的统治呢，10到12章会看到就是北方的10个支派脱离大卫王朝的统治，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那罗波安往事件去到北边，要接受大家给他的王位，就是继续巩固以色列的国家。但是以色列提出请求，就是减轻他们的劳役负担。但罗波安他有2批的谋士，一批比较年长，一批比较年轻，而且2批的意见不同。那罗波安采用的是年轻谋士的意见导致以色列人来背叛他，也造成这个国家分裂的命运。好，那么就来读这段经文。好，那请慧兰姐带我们来读，从第10章历代志下第10章第1节来读到第5节。罗波安到示剑去，以色列人都聚集在那里，拥立他作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因逃避所罗门王到埃及去，他一听到罗波安作王的消息，就从埃及赶回来。于是北部支族的人民派人去请他来，然后跟他一起去见罗波安王，对王说：“你父亲所罗门使我们背负重担，如果你减轻我们的担子，使我们的生活过得去，我们就归顺你。”罗波安说：“你们3天后再来。”于是他们走了。好，那在这段当中呢，就是罗波安他离开了他父亲还有他爷爷就是大卫所成立的这个耶路撒冷，去到的事件。那去到事件呢，其实这也是这个迦南地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从这个亚伯兰进入到迦南地，就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那在这个地方呢，罗波安因为在这北部的支派还是居多，所以他们以色列众人也都到示剑。那原立是要来拥立他做王，就是继续接续这个他父亲所罗门的王位。而且这段话是所罗门自己在生前就已经宣告过，而罗波安的祖父大卫也宣告过，他的后代都要继续在这个王位上。
那这是上帝给大卫之约，历代志上17章的应许。但是呢，因为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逃避所罗门到埃及去。那这段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看的是列王纪上的第11章列王纪上的第11章的这里讲到所罗门如何离弃上帝，而在所罗门还没有死之前呢，上帝就兴起了所罗门的仇敌。那主要有3个仇敌，一个就是以东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亚兰索巴另外一个是利逊跟哈达这2个亚兰王。那第3个就是2个外患一个内忧，就是王的臣子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那在这里介绍耶罗波安，耶罗波安的母亲是寡妇，连名字都有。那他怎么反叛呢？就是耶罗波安是一个很能干的青年，所罗门因为发现他工作认真，就派他监督在马拿西以法莲当地的劳工。那有一天耶罗波安呢，从耶路撒冷，就是从所罗门王那边回来，然后呢看见这个亚西亚先知，昨天我们有读到这个亚西亚先知，上帝呢就透过亚西亚对耶罗波安预言，衣服12片，12片当中呢，他要拿这个耶罗波安拿10片，上帝留下2片，代表这个上帝透过先知要来预言这个耶罗波安要掌权。那这个事情呢传到所罗门的当中，所以所罗门就设法要杀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就直接逃到埃及王示撒那里，住到埃及所以这个示撒王因为耶罗波安他就知道了所罗门王的事情，也知道整个以色列他的富裕和强盛，那一直到所罗门去世的时候才回来。那这个示撒就是后来来侵占耶路撒冷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耶罗波安在那边的关系。那所以这里讲到这个耶罗波安，因所罗门死之后呢，他听到耶罗波安听到所罗门王要做王的消息，就从埃及赶回来。那北部支族人民就请他来，因为耶罗波安在离开这个北部以色列之前呢，就已经是非常的能干。那但是呢，他很诚心诚意的去见耶罗波安，说你的父亲所罗门使我们背负重担那所以所罗门怎么样使人背负重担呢？从我们读历代志下的第2章到历代志下的第8章，不论是建圣殿、建王宫或是要开发城镇有20个城镇所罗门就是把这些的这些的人民劳动他们即便是当地的人或是外邦人、外族人背负重担所以征税等等的。那所以他们耶罗波安的要求就是，若减轻我们的担子，使我们生活过得去，我们就归顺你。那罗波安当下没有办法做决定，那就只能3天后再来。好，那我们再请这个慧兰姐带我们读6到11节。第6节，罗波安王征询几个元老的意见，他们曾经做过他父亲所罗门王的顾问。他问他们：你们认为我该怎样回答这些人呢？他们说：你要善待这些人，使他们高兴，答复他们时说些好话，他们就会永远服侍你。可是罗波安不理会这些元老的话，却去找一些年轻人，他们是跟他一起长大的，现在做他的顾问。罗波安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建议？那些人要求我减轻他们的担子，我该怎样回答他们？他们说：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呢。我父亲给你们重担，我要给你们更重的担。他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翅膀击打你们。好，那这一段就是我们很清楚，印象很深刻好，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朋友呢？好，那几个元老呢？好，应该就是用比较和缓的方式，好，然后呢，好言相劝，好，就把他们的人民的意见能够接纳，而且能够直接回应，那这样就可以天下太平。但是罗波安又去听了年轻朋友的意见，那些年轻朋友呢是跟他一起长大的，可能都是纨绔子弟那现在做他的顾问，所以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你可以这样回答：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
好，那在有的解释当中，好，这个不是只有指手的小指头，好，甚至是指他的性器官哦，好，那当然这个听起来就是非常的不雅，好，不过呢，在他的这些朋友意见当中呢，就是说他要用更重的，好，用更权威的，好，用更残酷的方式来重击打，因为他们就是这些又恶又懒，就像当初摩西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法老，这些埃及法老不但不同意，甚至还加重他们的担子让他们不敢再发声，想用这样的方式粉饰太平。所以他说我要给你们更重的担，那我要用刺棒那有的翻译是用蝎子那这个蝎子它的意思就是说带着刺的这些链子或是棒子所以现在中译本翻成刺棒来击打你们就是让你们吭都不敢吭，那就是在展现他的这个权势展现他的这个他的威风。好，那我们再读12节到最后的19节。3天以后，耶罗波安和所有人民照罗波安王的指示，再到他面前。王不听元老的建议，却照着年轻人的建议，对人民说凶狠的话。他说：“我父亲给你们重担，我要给你们更重的担。他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翅膀击打你们。”王不理会人民的要求，他不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为要实现上主借示罗人亚西亚先知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人民见王不接纳他们的要求，就喊着说：“大卫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耶西的儿子对我们毫无益处。以色列人我们回老家吧，让大卫家看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民反叛回家去了。罗波安只做住在犹大地区人民的王。罗波安王派劳工总管亚多兰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时罗波安慌忙坐上马车，逃回耶路撒冷。从此以色列北国的人民一直反叛大卫王朝。以上。谢谢。那这个罗波安选择了听他这些一起从小玩伴长大的好朋友的意见虽然他没有讲出这句话，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可能他自己也觉得这句话讲起来不得体，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罗波安的说，我父亲给你们重担，我要给你们更重的担，他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翅膀击打你们。所以他一样是选择了这些朋友的话，所以他就是态度是这样的坚硬，用凶狠的话，放狠话，就是要来恫吓，来吓唬这些的百姓。但是呢，他讲出来的话好像没有人要听，所以王他不仅不理会人民要求，但是其实这已经是上帝的旨意我要实现这个亚西亚先知对耶罗波安所说的话。刚才我们有看到亚西亚去见耶罗波安，给他一件衣服剥成12片，那给他其中的10片，这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个耶罗波安亚西亚对耶罗波安做这个事情那前面就是因为这个所罗门他自己先离弃神所以这个从列王纪上的11章的这个顺序就很清楚，是所罗门先离弃上帝，离开上帝的话，就离开上帝的诫命，就当成耳边风。那上帝就对所罗门说，因为你故意背弃我和你立的约，不遵守我的命令，我一定要把你的国夺走，给你一个臣子，臣子就是指耶罗波安，精明能干的人。但为了你父亲大卫缘故，我不在你有生之年做这事，等你儿子做完时候才实行。但我不把整个国家从他就是罗波安手中夺走，为了我仆人大卫缘故，为耶路撒冷这座我自己选列城，我将留下一个支柱给他，就是犹大支派。所以这些事情都成就。以色列人听了也没有吃罗波安这一套，他们说什么呢？大卫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那是犹大支派，我们是马拿西，我们是以法莲，我们是西布伦，我们是迦得的后裔，我们跟大卫有什么关系？耶西的儿子对我们毫无益处，他也不听我们的劝，好，那他不要我们这些选票，那我们就自己找我们要的领袖，我们回老家吧。本来大家都在什么地方呢？第10章的第1节讲到他们都在示剑，
大家在这边等了3天，好，就是从耶罗波安带队来见罗波安，等了3天之后，居然得到这样的回答，好，大家各自回去，好，所以这里讲说，于是以色列人民就反叛回家去哦，那罗波安就只能够做犹大地区人民的王，好，那所以就跟他的阿公大卫一开始一样，大卫一开始只有做希伯伦的王，就是只有做犹大支派。后来做了7年半，成为做以色列的王。他做完的时候，是所有以色列支派都来到希伯伦，要求他，请他做以色列王。结果才富不过3代，到他的这个阿孙，这个罗波安，居然就败掉当时他阿公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个以色列合一统一的王国。那罗波安呢，虽然人在世间，但是呢，他还不死心还这个很天真的派劳工总管亚多兰要拿这个鞭子带刺的鞭子呢，要去鞭打他们。结果去到以色列支派那边呢，以色列看到这个亚多兰来呢，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就发现罗波安这时候慌忙的坐上马车逃回耶路撒冷。他准备回去耶路撒冷，不是逃命而是要回去调度军队来攻打。好，明天我们会继续看到。但是这里这章的结论就是从此以色列北国的人民一直反叛大卫王朝。好，所以这一段呢真的是一个悲剧。无论我们看历代志下或是看列王纪上的第12章，都是一样的记载。那也是成为我们很重要的提醒，而且让我们看到所罗门就是罗波安的父亲所罗门在写箴言的时候写什么呢？好，我们就读这一段就好。箴言第3章，所罗门告诉这个年轻人，就是和本是说，我儿啊，不要忘了我的教导，要时时记住我给你的指示。我的教导会使你4季平安，延年益寿。你不可离弃忠诚信实，要把它系在脖子上，写在心坎里。你这样做，上帝和人都会喜欢你哦。那所以这个所罗门在他年轻的时候，应该罗波安这时候也都已经出生了但是呢，他没有听到他父亲的话，说什么呢？要专心信赖上主，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上主的旨意为依归，他就会指示你正路。不要自作聪明，只要敬畏上主，拒绝作恶，这样做等于得到良药，能够医治你的创伤，止住你的疼痛。你要用田地最好的产品献给上主，表示对他的尊崇，这样你的仓库就会充满谷物，新酒银溢，储藏不下。好，那这一段话都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的箴言第3章。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教导，或是一个老年人对少年的劝告。可是呢，罗波安做王，他是41岁才做王，所以他已经不是少年人，也是相当有年纪的。他41岁才当上王，可是呢，他却偏偏呢，智慧还不够，而且呢，跟他同年纪的、同辈分的、从小一起玩长大的朋友的劝，然后呢，用了很不好听的话，说了很不得体，或是没有去以上帝的旨意为依归，没有专心仰赖耶和华，却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上帝呢就让他踢到铁板让他甚至是走投无路好，所以明天我们再继续读12章的时候，可以看到罗波安如何被上帝的明天是11章，后天读12章的时候，会看到罗波安如何被上帝的管教。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看见父亲的教导，老年人的智慧的箴言都是在有助于我们人生能够避免走错路，或是能够避免失败。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上帝的话，也需要更多寻求上帝的旨意，在我们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你就指引我们正确的道路。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谦卑，也让我们学习要倾听，特别是和我们意见不同声音的时候，这当中都求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听进去不一样的声音，也让我们能够听进去上帝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话藏在我们心中，而不至于得罪你。也愿上帝再次透过今天的经文提醒，
也教导我们能够不仅是尊重长者，也要慎交朋友，要和那倾心追求主的人一起来祷告，能够以纯洁的心、敬虔的心来服侍神，来侍奉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谢谢慧兰姐，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好，谢谢牧师，晚安。